歡迎收睇糖尿天使嘅陪着你走世界糖尿病日2025嘅空糖在線。咁咧，首先咧，我咧就太耐冇做直播啦，咁所以咧頭先咧都摸咗好耐。咁啊，首先問下大家聽唔聽到我講嘢先，因為咧支咪又新啦，咁同埋真係好耐冇做過直播。嗱，聽唔聽到咧都俾啲反應我先，因為我真係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聽唔到我講嘢，因為太耐冇做啦，真係實在我自己都好緊張。見到大家冇乜 feedback 喎，係咪聽唔到我講嘢呢？嗱，聽唔聽到我講嘢，可唔可以俾啲反應我？聽唔聽到？係，我見到淨係啲朋友俾 like 咁聽到係咪啊？係，唔該你唔該晒，聽到㗎係咪？OK，好啦，咁我就可以放心講，因為真係咧超過1年咧冇做直播啦，咁啊所以就好唔熟啊，啲嘢咧要摸嚟摸去啊吓。咁啊如果大家係聽到我講嘅咧，咁我就開始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一啲議題。咁啊今日想同大家講咩咧？咁其實咧都係一個老生常談嘅問題嚟嘅，都係講咧了解一下咧。究竟睡前小食咧對空腹血係咪對嗰個血糖嘅影響咧，其實有啲乜嘢影響嘅？咁首先咧，未開始嘅時候咧，我都想問下大家咧，有冇食睡前小食嘅習慣嘅？咁大家咧都可以俾啲反應話俾我聽，你有定冇啦？咁同埋咧，你嘅空腹血糖咧又高唔高咧？咁我都好想知道嘅。咁得啦，聽到啦係嘛？唔該晒你啊，Erin。咁咧嗱，首先我想大家留言話俾我聽，你其實有冇食睡前小食嘅習慣？有定冇？咁同埋咧，我都想知道你哋個空腹血糖咧係幾多喎？咁都麻煩大家咧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咁啊，點解我咁強調要問大家個空腹血糖咧？咁其實呢個咧同睡前小食咧，其實係有一個好重要，即係直接嘅關係喺度。咁首先咧，未開始講之前咧，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有啲咩原因咧會引致空腹血糖高先。咁空腹血糖高咧，其實離唔開咧都有3個原因嘅。咁首先第一個原因咧，其實就係即係比較多數會發生係咧一啲用緊胰島素啦，又或者咧係用緊一啲比較舊式會誘發低血糖嘅一啲口服降糖藥啦，所謂嘅朋友身上嘅。如果你係冇用糖尿藥嘅咧，或者你係冇打胰島素嘅咧，其實你又未必會因為呢個原因而令到你個空腹血糖高嘅。咁咧嗱，呢個咧叫做我哋叫做蘇慕傑效應。咁呢個係咩嚟嘅咧？我見到有朋友話俾我聽，你嘅空腹血糖係7度左右，係嘛？咁空腹血糖咧，其實如果7度咧，咁算達標定唔達標咧？我哋稍後先講下。咁講翻，其實第一個原因會引致到空腹血糖高嘅咧，可能就係呢個叫蘇慕傑效應嘅。咁蘇慕傑效應咧，一般只會發生係咧一啲用緊胰島素針啦，又或者係用緊一啲舊式嘅糖尿藥，即係話會誘發低血糖嘅嗰啲糖尿藥咧嘅朋友身上嘅。咁如果你係冇食任何藥物嘅咧，又或者你係食一啲新式嘅糖尿藥，即係唔會誘發低血糖嘅糖尿藥嘅朋友咧，其實就未必關呢樣嘢事㗎。咁好啦，蘇慕傑效應其實係咩嚟咧？其實即係話咧，你用咗啲藥之後，其實喺半夜咧曾經發生過低血糖，而呢個低血糖咧係由啲藥物引起嘅。咁所以你血糖咧跌到低嘅時候，咁因為你瞓着咗，你熟睡咗，咁所以咧你就唔知道自己處於一個低血糖嘅狀態啦。咁但係咧，你個身體咧就有一個機制咧。當你處於低血糖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個胰臟咧同樣都會分泌一種荷爾蒙出嚟咧，叫做 glucagon 胰高血糖素。咁當胰高血糖素出嚟咧，其實佢就會去個肝度咧釋放翻啲肝糖出嚟，咁令到你個血糖咧即時可以上翻，咁就唔會因為低血糖咧越嚟越低嘅話咧，就令到佢會因為低血糖而引致昏迷啊其他問題嚇。咁所以呢個咧其實蘇慕傑效應咧主要係因為
你簡單嚟講啦，你嘅藥量咧太多，咁而令到半夜咧係出現過低血糖，而你唔知道，咁所以身體就有個反應，自動地咧釋放翻啲糖分出嚟咧，令到佢咧個血糖咧係上升翻嘅。咁呢個叫蘇慕傑效應。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再講多次啦，都因為啲朋友遲入嚟啦。咁係咪啲朋友以為係9點半啊？其實係9點鐘啊！所以咧，我見到有啲熟口熟面嘅朋友啊、hello 啊，你哋咧都係遲咗入嚟喎，係咪以為9點半啊？OK，唔緊要啦，咁啊遲咗聽唔緊要嘅，因為呢條片咧最後咧都會 upload 翻上 YouTube 嗰度咧俾大家咧去重溫嘅，咁啊。咁好啦，咁啊講咗啦，就係頭先講多次啦，就係呢一個糖尿藥誘發半夜低血糖，咁所以令到咧你個肝咧就反常地自己自救啊，唔係反常，佢係一個自救嘅功能嚟㗎。咁就透過胰臟咧分泌一種荷爾蒙咧叫做 glucagon，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咧亦都會去翻我哋個肝度釋放啲肝糖出嚟咧去救你。咁呢個咧係一個自救嘅機制嚟㗎。OK，咁所以咧啲朋友咧就可能啊，點解我臨瞓check 血糖嘅時候明明係正常嘅喎，但係我乜都冇食過就上床瞓，咁點解第二朝空腹無端端會高咗咧？咁最主要咧就係可能你係發生緊呢一個叫蘇慕傑效應啦。咁好啦，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咁第二個原因咧，亦都係咧，即係比較常見嘅就係叫做所謂黎明效應啦。咁黎明效應嘅意思係咩嚟嘅咧？就係即係黎明啊，就唔係講緊唱歌嗰個，係講緊清晨時分，大概喺3點至8點鐘呢段時間。咁如果你越晏起身咧，可能咧發生嘅情況咧就即係越晏起身咧都會發生㗎呢件事。咁但係通常就喺3點至8點呢段時間。而頭先咧嗰個蘇慕傑效應咧，因為糖尿藥誘發半夜低血糖咧，通常一般就喺2點至3點咧就發生嘅。咁但係都冇一個絕對㗎嚇。嗱，蘇慕傑效應係咪2點至3點發生咧？都好視乎你用嘅唔同嘅針藥啦，或者唔同口服藥服用嘅時間咧，而有少少唔同嘅。但係普遍咧都會喺2點至3點呢段時間，甚至乎可能有啲人會早啲咁，或者亦都有啲人會晏啲嘅。咁但係黎明效應話明係黎明咧，就係講緊喺清晨嘅時間嘅。咁一般咧都係喺即係3至8點啊，凌晨時分3點至8點發生嘅。咁佢係咩原因會誘發呢件事咧？咁其實好多時咧都係我哋啲生長激素啦，即係啲荷爾蒙咧係令到我哋身體喺嗰個時間，其實應該咁樣講啦，所有人咧喺嗰段時間咧，其實都有好多荷爾蒙咧會分泌出嚟嘅，即係要製造出嚟咧，就係喺你嗰段時間去做嘅。咁但係因為正常人咧，其實佢身體嘅胰臟功能正常嘅時候，當做呢啲荷爾蒙咧，其實同時間可能都會令到我哋個肝咧會釋放咗啲肝糖出嚟。咁但係因為正常人咧個胰臟咧同時間亦都有胰島素分泌出嚟喎，咁所以咧就令到你唔會驗到嗰個血糖咧係高啦。咁但係糖尿病嘅朋友就唔係啦，因為我哋本身個胰臟功能咧，無論係胰島素分泌不足啦，又或者你個胰島素個作用咧係唔理想啦，即係等等胰島素個功能做唔到又好，乜都好啦嚇。總之你就唔夠胰島素啦，簡單啲講。咁所以咧，我哋糖尿病嘅朋友咧，好似發生黎明效應咧，係特別嚴重嘅。咁其實歸根究底，最主要係黎明效應呢樣嘢出問題，而係你嘅胰臟功能出問題，因為本身任何人咧都會喺清晨時間有好多荷爾蒙咧做出嚟嘅，只不過嗰啲人咧佢哋正常嘅，即係佢哋冇胰臟功能正常嘅時候咧，咁佢就唔會知道，因為佢即刻分泌到胰島素去處理咗佢嘛。咁但係我哋糖尿病嘅朋友咧，個胰臟功能咧就未必咁理想嘅時候，咁所以我哋朝頭早起身咧就驗到個空腹血糖高啦。咁所以你覺得你冇食過嘢落肚，點解都會成晚流流長，明明冇食嘢，點解空腹都會高咧？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
而呢個原因咧，其實亦都係即係根本係任何人都會發生，只不過人哋個胰臟功能正常咁解啫。OK，咁啊，千祈唔好覺得呢個黎明效應啊係一個病嚟嘅，其實佢唔係一個病嚟嘅，佢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只不過係我哋咧真係有糖尿病，一個血糖控制，即係個胰臟分泌胰島素嘅功能出咗問題而誘發到嗰個血糖高咁解啫。OK。咁啊，另外咧，仲有第三個原因咧，其實同頭先第一個蘇慕傑效應咧有少少相似嘅，但係唯一唔同嘅咧就係我頭先一開始講咗啦，蘇慕傑效應咧就係因為你係用咗糖尿藥而誘發嘅，OK？咁但係第三個原因咧就唔係因為蘇慕傑效應用咗糖尿藥，而係因為你咧空腹嘅時間太耐啦，即係話咧可能你太早食晚飯啦。其實咧呢個咧都好容易發生嘅喎，譬如有啲特別係啲長者咧，佢哋好早食晚飯，可能6點就食晚飯，甚至乎有啲5點幾就食㗎啦。咁啊6點就食完晚飯，咁啊跟住一路食晚流長咧，都唔再食嘢落肚啦。咁然後第二朝起身咧，可能講係7點8點，哇！咁你成十幾個鐘，超過12個鐘冇食過嘢嘅話，而且有一個好常見嘅情況就係，因為本身大家都有血糖嘅問題，而呢個血糖嘅問題咧，你就會覺得啊，我哋食嘅嘢梗係要比平時少啦，係咪？即係以前未有糖尿病，你可能食咁多嘢，而家有咗糖尿病，你又要食咁少嘢，本身個份量已經少咗咯，而你又咁早食飯，成晚十幾個鐘流長冇食過嘢，其實身體咧係唔夠能量，因為你食嘅嘢太少啊。因為你食得多，你又驚嗰餐個餐後血糖高啊嘛，係咪？咁唔係話你食得少唔啱，而係咧，我哋成日都就住個份量嚟食啦。咁變咗你空腹咁耐咧，其實你食嗰啲多嘢入去咧，未必可以夠應付你成晚流長十幾個鐘嗰個需要嘅能量。咁可能你會話：喂，我需要咩能量啫？我都係躺平咗喺度瞓覺㗎嘛，係咪？咁我需要咩能量咧？嗱，你要知道你個人咧就休息咗，即係其實你個腦咧好似休息咗咁，但係其實咧佢入邊係冇休息㗎，因為佢仍然咧個腦部咧，佢仍然要俾啲信號咧，我哋身體咧去維持我哋嘅血液循環啦、心跳、呼吸啦，同埋你入邊啲器官咧仍然係需要運作㗎嘛。咁所以咧其實冇即係佢係冇休息過嘅，只不過係你個人躺平咗啫。咁所以咧，其實入邊咧仍然係需要能量嘅。咁而你食得嗰啲咁多嘢咧，少少嘢嘅話咧，而十幾個鐘都冇再食嘅話，咁佢唔夠能量啦，點算咧？佢就唯有咧，又係自己分泌啲肝糖出嚟。咁但係呢個時間，佢做咗啲肝糖出嚟咧，咁又係啦，因為本身我哋胰臟個功能。胰島素分泌不足啦，可能又或者我哋個胰島素個作用咧係唔理想啊，即係話佢未必用得到胰島素，可能胰島素阻抗啊等等咧，咁就令到佢出嚟嘅肝糖咧得唔到胰島素嘅幫助入細胞，就流離咗喺你啲血度，咁所以你就會驗到空腹血糖咧係高過之前一晚個情況就係咁啦。咁嗱，頭先嗰三個情況咧，其實咧任何人咧都除咗第一個啦，因為第一個一定係用藥發生嘅。咁我想講第一個咧同第三個咧其實係好接近嘅，但係有咩唔同咧？咁因為第一個咧嗰個半夜低血糖咧係由藥物引起嘅，咁所以佢可能咧個血糖真係會 drop 得比較低，咁而嗰個我哋身體嘅自救機制反彈個能力咧就可能會高啲，咁佢可能你會即係分泌係過咗龍都唔定嘅，即係過龍咧可能你變咗空腹可能係8啊9啊都唔出奇，咁因為佢分泌過咗龍，咁因為你係由藥物引起嘅低血糖咧，你係跌得好急嘅，咁所以你跌得好急咧，佢亦都會分泌得好快咁解，咁所以有陣時如果你見到話個空腹血糖真係比較高喎，可能係8啊9啊嗰啲咧，好大機會咧，其實你可能真係半夜咧出現個低血糖。咁呢啲情況咧，其實要點樣處理咧？嗱，我哋知道咗啊，可能係頭先我講嗰三大因素。咁但係我應該點樣處理咧？咁其實睡前小食咧就係幫到手嘅。咁啊，睡前小食咧點解可以幫到手咧？咁嗱，首先好簡單啫，講翻第一個原因，蘇木
傑效應，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個名咧？係蘇木傑效應嚇。蘇咧係姓蘇嗰個，即係蘇東坡嗰個蘇嚇。木咧就係木材嗰個木，即係木頭嗰個木。咁啊傑咧就係傑出嗰個傑。咁呢個叫蘇木傑效應。咁如果係蘇木傑效應嘅咧，其實只要你臨瞓食翻一個內堂嘅小食，咁咧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咗，就幫你預防咗半夜低血糖發生呢件事啦。咁啊，呢個內堂嘅小食咧，一定要係內堂嘅啦，即係你見到我手勢就係咁樣內堂嘅，就最好就唔好咁樣升嘅啦，因為你咁樣一升嘅話，一升得高咧，其實佢又係跌得快。咁所謂內堂咧，即係佢係維持少少嘅，一路去可以去到尾嘅，可以維持耐啲嘅。咁所以咧，呢個小食咧就好重要嘅，對於一啲蘇木嘅效應嘅朋友，如果你唔食呢個小食瞓覺咧，你每一晚半夜咧，其實都係出現過低血糖，咁然後咧身體又反彈，咁咧就係你朝頭早起身又永遠都見到個血糖係空腹血糖係高嘅。咁啊，你又唔知咩事啦，係咪？咁所以咧，你試下，如果你係唔知自己屬於蘇慕傑啊、黎明啊，定係頭先第三個原因啊，因為空腹太耐咧，其實你都可以試下食咗個小食先。因為我自己咧，嗱，我自己嘅經驗啦，我自己本身係注射胰島素啦，咁我都一定要食睡前小食嘅。如果我唔食咧，我半夜係必定會低嘅，咁多年嚟都係噶啦。咁所以睡前小食，首先對於打胰島素嘅朋友咧，我相信咧多數都需要嘅。咁啊，另外咧就係、如果你係二型糖尿病嘅，你有啲二型糖尿病嘅朋友仔咧，佢都需要打一針基礎胰島素嘅。咁呢啲朋友咧，其實如果你打一針基礎胰島素咧，可能你都需要食嘅喎。因為雖然嗰個基礎胰島素咧係好平穩，但係其實有陣時佢點平穩都好咧，其實佢都有少少嘅撇位嘅，好多時都係喺半夜發生嘅。咁我以前都試過咧，打一啲所謂好平穩嘅基礎胰島素咧，其實半夜一樣係會發生低血糖，只不過咧嗰啲基礎胰島素咧，佢低血糖得嚟咧，佢唔係跌得好急咁解嘅啫，但係佢都係會誘發低血糖嘅。我自己都試過好幾隻嘅，其實都係會有嘅。咁所以打胰島素針嘅朋友最好都係要食個睡前小食咧，就會比較理想，就可以預防咗呢件事發生啦。咁啊，至於食幾多咧？嗱，其實咧就好因人而異嘅。咁稍後時間我先同大家講下食幾多。咁啊，你話黎明效應食睡前小食有冇幫助咧？咁正常嚟講咧，黎明效應咧食睡前小食咧係冇幫助嘅，因為佢個原因唔係因為半夜出現過低血糖。咁但係有陣時咧，病人咧係好難去界定，究竟你空腹血糖高係因為黎明效應啊，定係因為蘇慕傑效應？咁所以咧，通常我哋一般嘅做法咧，都會建議病人咧試一試食個小食先。如果你半夜食咗個唔係半夜嚇，係睡前食咗個小食，就可以解決咗呢個空腹血糖嘅問題咧。咁其實你就唔使理佢係咩原因，總之你睡前食個小食就得啦。咁就多數都係第一個原因啦。但係你話唔係喎，我冇食藥嘅喎，咁你冇食藥咧就係第三個原因啦，就可能你空腹嘅時間太耐，又或者咧你根本嗰個晚餐咧食嗰個份量啊唔足以應付你咧成晚流長需要嘅能量。咁所以就算你唔係空腹好耐，你話我唔係早食飯㗎，我都8、9點先食飯㗎，咁會唔會係你食嘅碳水食得太少咧？咁呢個咧都係你即係要知道咯。OK，咁好啦，嗱，講咗咁耐，我見到好多朋友仔而家先入嚟啦吓，咁啊首先咧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因為我都真係好耐冇做直播啦。我頭先都喺度諗咧，會唔會冇人睇嘅咧？咁啊，因為太耐冇做。OK，好啦，咁啊繼續啊吓。咁咧，我都歡迎大家咧多啲留言咧，話俾我聽。你哋聽到我講嘅嘢有冇啲咩唔明啊，或者中途想問咧，大家都可以留言。咁我陣間咧都可以解答嘅。咁啊嗱，咁啊講咗咁耐啦，有幾個原因係誘發呢一個空腹血糖高啦。嗱，不過仲有一個原因咧，
有機會係空腹血糖高嘅，就係你琴晚食嘅嘢一路高到第二朝咧都仲高咯。咁啊呢個咧就要睇下你臨瞓有冇篤手指啦。嗱，如果你臨瞓咧係有篤手指嘅，你見到你臨瞓個血糖咧係靚仔嘅，而係你喺冇食過任何嘢嘅情況之下，第二朝空腹咧係高過之前一晚嘅咧，咁就有機會係我頭先講嗰3個原因啦。但係如果你臨瞓個血糖都唔靚嘅，一路去到第二朝都仲係高嘅咧，咁個原因咧就知道啦，呼之欲出啦，係咪？就係你個晚餐食得太勁，一路高到第二日啦，就係咁樣啦。咁呢個情況咧就唔係我頭先講食睡，就唔好再食睡前小食啦吓，因為再食落去咧就只會更加高。咁所以呢個咧就唔係辦法嚟噶。咁好啦，講翻解決嘅方法啦。咁啊，黎明效應咧，其實頭先講咗啦，就唔係話你食一個睡前小食可以解決。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咧？咁其實黎明效應咧，你就應該咧係要即係多啲做運動啊，要持久嘅運動，即係唔係話你今朝空腹血糖高，你就今晚去做運動，唔係咁樣啊，係要一個持久嘅運動咧，先至有幫助嘅。咁啊，因為其實頭先我講過啦，黎明效應其實唔係一個病嚟嘅，係一個任何人都會發生嘅，只不過係我哋本身血糖即係胰臟功能差嘅人咧，先至會令到佢分泌出嚟嘅肝糖咧，我哋係處理唔到去，所以令到個血糖高咁解啫。佢本身唔係一個病嚟嘅。咁所以咧你話點樣可以處理？其實只要你做多啲運動，持久嘅運動咧，其實係有機會改善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因素咧，就係你要即係要減壓啊。因為如果你壓力大咧，其實咧呢個情況都會嚴重嘅。特別係有啲咧一晚起好多次身去廁所嗰啲朋友咧，其實咧多數都係會發生呢個黎明效應嘅。即係因為你根本成晚都瞓得唔好，其實你瞓得唔好咧，可能基於你有一啲無形嘅壓力啦，或者係有形嘅壓力啦嚇。咁啊，因為喺香港生活都冇乜人冇壓力㗎啦。壓力嘅問題啦，又或者咧係你根本係生理上嘅問題啦，譬如話你有某啲原因令到你經常要起身去小便嘅，例如可能男性嘅朋友可能有前列腺嘅問題啦，又或者女性嘅朋友咧，亦都可能根本嗰個膀胱咧，即係可能有嗰啲叫咩膀胱激素症，你係個小便唔流得落多嘅少少，你就會急啦。咁啊，亦都有原因咧，糖尿病咧同夜晚多尿咧，亦都可能有關，就可能你個血糖控制得唔係好理想嘅時候咧，都會多尿啊。咁會令到你半夜咧經常起身去廁所咧，其實都係幾困擾嘅一件事。因為你如果成晚起身去廁所，或者食咗一啲利尿藥嘅朋友都係啦嚇。咁啊有啲朋友食啲血壓丸咧，仲要加埋利尿，如果唔係咧，你會水腫。咁你成晚起身去廁所咧，其實都會出現黎明效應嘅。咁啊，所以其實黎明效應咧就係比較難搞嘅。咁你話點算咧？咁我自己係咁樣睇嘅。如果你一日24小時入邊，大部分嘅時間可能有20小時咧，其實個血糖都係一個正常嘅範圍。咁其實空腹高少少咧，你就唔需要咁介意啦。明唔明啊？因為我哋控制血糖咧，就唔係淨係睇空腹血糖嘅，係要睇成個圖畫，你成個24小時入邊控制成點，或者1個月、2個月、3個月，大部分嘅時間係咪達標？如果大部分時間都達標咧，淨係空腹血糖高少少咧，其實就唔使咁介意，唔需要咁擔心嘅。OK。咁好啦，講翻食小食咧，究竟食幾多咧？咁其實首先咧，我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個PowerPoint 先啦。咁如果你食小食咧，其實我都有少少意見俾大家嘅，就係首先你個小食咧，嗱，因為呢個睡前小食咧，係你食完咧就會去瞓覺嘅。咁啊，呢啲人咧就問啦，首先幾耐食咗幾耐可以去瞓覺咧？咁其實最好咧就係半個鐘頭啦，即係因為你都要等啲嘢咧落一落去先，唔好一食咧就即刻躺平瞓低咧，咁對你個消化都唔係幾好噶。咁起碼等啲嘢咧落緊啲先啦嚇。咁我自己習慣咧就係食完嘢半個鐘頭，即係坐喺度半個鐘先上床瞓嘅。咁嗱。睡前小食咧，其實有幾個特點咧要留意嘅。最好就一定添啊，唔係最好啊，係一定要係高纖維同埋低升糖指數嘅。
咁啊，點解咧？因為個原因就係你首先你睡前小食個份量你唔會食好多嘅。咁好多時咧，有啲朋友咧就可能揀一兩塊梳打餅啊去食啊咁樣。咁但係因為你要明白梳打餅咧嗰啲結構咧，其實全部都係澱粉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你食咗堆澱粉入去。而你食完咧，又即刻躺平瞓覺嘅，咁所以嗰堆澱粉咧，其實就會令到你個血糖咧會升得比較高，升得比較快。咁所以睡前小食，我哋一定要係高纖嘅，同埋低升糖指數嘅。OK，咁啊高纖咧，如果譬如假設你揀一塊餅又好，或者你飲一杯奶係高纖維嘅，咁佢就唔會令到嗰啲澱粉質咧會升得咁快，因為有啲纖維喺度阻隔啊嘛，咁就可以咧造成一個內糖慢慢平穩上咁樣樣啦。咁啊，另外一定要有碳水化合物啦，因為如果你冇碳水化合物咧，就冇咗嗰個意義啦。咁但係碳水化合物咧就唔需要多嘅。嗱，一般咧我哋都係建議咧睡前小食食10克至15克嘅碳水化合物，係10至15克嘅碳水化合物。咁但係呢個咧唔係一個絕對嘅數目嚟嘅。點解咧？你真係要試，要自己篤手指咧去試嘅。因為譬如舉個例啦，有啲人咧，佢可能食5克碳水，第二朝個空腹血糖咧就會好靚噶啦。咁但係有啲人咧要食夠10克嘅，有啲要食15克，有啲要食甚至乎要食20克。我記得有個會員同我講過咧，佢直頭要食25克添。如果佢食唔到25克碳水化合物咧嘅睡前小食咧，佢半夜必定會低血糖嘅。咁所以咧，每個人都唔同，因為每個人用個藥都唔同。咁你平時食個晚餐又唔同，咁所以咧好難咧係概括咧一概而論啊！大家食咁多啦咁，但係我一般會建議大家咧係食10克去試嘅，用10克去試先。咁如果你食咗睡前小食10克，然後你第二朝個空腹血糖係冇改善嘅，咁你第二晚又可以試下減5克。然後又或者可以試下加5克，如此類推，可以試到你啱為止嗰個數目。但如果你話我試勻啦，5克、10克、15、20、25克都試過晒，都係咁高嘅咧，咁可能你就係黎明效應。就頭先我講咗啦，黎明效應咧同呢個小食咧係冇乜直接嘅關係啦。OK。好啦，咁啊，另外呢個睡前小食咧，都最好咧富含埋蛋白質。點解咧？因為頭先咧我都講過啦，你食完睡前小食咧，你就會躺平去瞓覺。咁所以嗰個睡前小食如果有足夠嘅纖維，就可以阻慢嗰個血糖嘅升幅啦。咁如果再加埋蛋白質咧，佢就可以令到有高纖啦，又有高蛋白質啦，咁就可以令到嗰個碳水咧再延緩一啲吸收，咁咪可以冇升得咁快，咁就達到呢一個內糖嘅作用喺度咯，係咪？咁好啦，有啲咩推介俾大家咧？嗱，如果以一個睡前小食10至15克計算咧，頭先我講過梳打餅咧，我係絕對唔推介嘅，因為本身佢冇任何纖維喺度嘅。咁但係咧，你要食餅嗰類咧，可以喺糖尿天使咧有呢一個 Neutral Snack 嘅高纖嘅曲奇啦，或者呢一啲嘅燕麥棒。咁佢一塊嘅曲奇或者一條嘅燕麥棒咧，啱啱就係10至15克嘅碳水啦。OK，咁又或者你可以食一啲細嘅水果啦，奇異果啦、蘋果啦、橙嗱，講緊一定係細啊嚇。你有冇攞個舊橙嚟啊？或者一個大嘅一個蛇果啊嗰啲咁樣啦，因為一個蛇果咧，其實個碳水咧都有成15克嘅。咁我講緊係細嗰啲加拿蘋果咧就係10克啊。咁啊你自己因啦嚇。咁啊奇異果都係啦，奇異果係講緊舊式嗰隻，即係最原始嗰隻啦，唔係而家嗰啲金超大嗰啲咧，就唔好自己呃自己啊嚇。咁嗰啲咧就唔係10克噶啦。OK。咁啊，另外咧，其實我自己最推介嘅咧，真係飲佳善式糖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我近日咧，都唔係近日啦，即係都3-4個月前咧，其實我都有試過咧，唔同嘅聲稱糖尿配方嘅奶粉啦。咁其實我自己嗱，因為我做佳善式糖，大家都知我都係佢代言人啦。咁其實我都用咗佢幾多年啊？都18年嘅，差唔多18年㗎啦。咁以前係咁，而家近日我再試過咧，我都發覺佢真係比起其他品牌，即係大家都係糖尿配方嘅奶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佢個升糖指數係真係低一啲嘅。
咁啊，成晚個血糖咧係好平穩嘅，因為我喺英國嘅時候咧，其實咧我係有用 CGM 嘅，因為英國咧係免費俾我用，咁所以我就有用。咁但係我同時咧我都有篤手指嘅，咁但係我就發覺佢真係好平穩，可以咧即係臨瞓咧一路平穩咧，去到第二朝咧都唔會有個起伏喺度嘅。咁嗱，咁啊食幾多咧？咁啊食3殼啦，3殼開水，開一杯水。咁有啲朋友就話啦，喂，我臨瞓唔想飲咁多水喎，咁你可以開少啲水嘅，但係咧個粉咧就要3殼啦，因為3殼咧就啱啱好係10克嘅碳水，其實唔足10克嘅，不過我都當佢10克啦。咁你話喂，我飲咗3殼，但係第二朝都係高喎，咁你可以試下4殼啦，即係第二晚可以試下4殼，如是者一路咁加上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想試下你自己咧，應該食幾多碳水個睡前小食，你個空腹血糖先靚咧。其實最好咧係用呢一啲佳善式糖呢一啲奶營養奶咧去試嘅。點解咧？因為首先咧，佢哋呢啲咧係好準嘅嗰個標籤計出嚟。譬如我3殼一定係10克碳水嘅，咁然後我試3殼唔 OK 喎，然後我再加殼4殼都唔 OK 喎，我再加殼5殼，可能你試到5殼你就知道啊係 OK 喎。如是者你再試多幾日啊，食5殼原來都 OK 嘅，咁你就好清楚知道5殼係幾多碳水，你就知道你應該嘅睡前小食咧係食幾多碳水啦。然後咧，你有咗呢個數字，你就可以去變其他嘢食啦，明唔明白啊？但係如果你食橙啊、奇異果啊呢啲咧，因為始終佢都有大有細，一個我都唔可以絕對同你講啊，所有嘅奇異果咧都係一個就係10克碳水，因為佢始終有大有細啊嘛。咁你就自己咧就唔知道，其實你就估估下你啊，大概係食咁大啦。咁但係當你下次唔食奇異果嘅時候，你應該轉換食其他嘢嘅時候，你係食幾多碳水咧？你就冇咗呢個指標。咁所以如果你試嘅時候咧，其實最好就係用呢一啲佳善式糖呢一類咁嘅奶粉去試，咁你就可以好清楚知道你自己個睡前小食應該係食幾多啦。OK，咁啊，另外食香蕉啦，嗱，一隻呢啲咁嘅喺超市買嘅香蕉咧，有大有細。如果咧普通即係你當佢一啲中等即係比較細啲嘅 size 嘅咧，其實一隻香蕉咧都有15克嘅碳水嘅。咁但係如果有啲再大啲嘅，有時有啲比較超大啲咧，一直有成20克碳水嘅。咁所以咧，香蕉咧就如果你係食15克碳水嘅睡前小食咧，就啱啱好食一隻細嘅。咁否則咧，你就要揾人同你 share 啦。OK，咁啊，所以咧嗱，其實睡前小食咧都可以好多選擇嘅。咁啊嗱，糖尿天使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好好嘅選擇嘅，譬如呢啲啦。咁咧呢啲咧就係一啲朱古力嘅高纖棒啦，係獨立包裝嘅。咁啊一條咧都有幾克纖維喎，呢啲你唔好睇小佢喎。食一條咧就10克碳水啦。嗱，當然唔同味道有少少唔同㗎嚇。咁但係個纖維咧都有3.8克嘅，都唔錯啊嚇。咁所以咧都係唔錯嘅選擇。咁啊另外咧，如果中意即係好似有零食嘅感覺嘅咧，咁其實咧亦都有呢一啲爆谷啦，呢啲爆谷咧都係高纖，而且一包係啱啱好大概係15克嘅碳水。啊，唔係喎，呢一隻係5克咋，呢一隻5克碳水嘅，但係咧有1克嘅纖維啦。咁但係呢一隻咧就會多少少啦，呢隻7點幾克嘅碳水啦，咁啊有1.8克嘅纖維都唔錯嘅。哇！呢一個大豆薯片係更加正啦嚇，咁啊你食晒咧一包咧，其實係啱啱係一份小食，唔夠14克嘅碳水，咁但係個纖維咧都有2.1克嘅。咁啊呢啲咧其實好多好多選擇嘅，我哋都咁啊。另外亦都有啲 nuts 啦嚇，咁啊呢啲 nuts 咧其實主要都係纖維同埋蛋白質。咁啊大家咧可以，如果你唔識睇標籤又唔知食幾多碳水嘅咧，其實都可以到糖尿天使選購嘅。好啦，睇下大家有冇啲咩問題先嚇，睇下先。哇，大家都好留心聽喎。首先好多謝大家捧場啦。我見到有朋友，請問早上起身做完拉筋運動先驗血糖，是否空腹血糖較高呢？是否最好驗血糖先？梗係啦，Joanna。
空腹血糖啊嘛，話明梗係一彈起身，至多俾你去刷完牙、洗個面、屙到尿先啦。咁你就應該要即刻驗個空腹血糖，因為你咁樣咧乜都唔食嘅情況下走去做運動咧，首先呢個咧我係絕對係反對嘅。咁啊，同埋更加我唔知道你需唔需要用藥啦吓。咁其實無論你需唔需要用藥都好，總之空腹去做運動咧呢件事係唔啱嘅。OK，咁啊一定你要 check 空腹血糖，一定係一起身未食嘢之前，亦都未做運動之前咧就去 check 啦。咁啊，你刷完牙洗完面係 OK 嘅，咁但係做埋運動咧就唔準確噶啦，你有機會係會高咗噶，因為你根本成晚流長都冇食過嘢，而且仲要去做運動喎。咁你啲能量嚟自乜嘢咧？請問係咪？你啲能量都係嚟自個肝出翻俾你，咁所以就呢個係唔準確嘅。OK。睇下大家有冇其他問題啦。咁我見到咧，暫時咧我未見到有其他人有問題啦。可能大家未打到啲字出嚟啦，係嘛？咁啊嗱，未有問題咧唔緊要。咁我咧就想同大家咧預告一下咧。嗱，聽日開始，聽日係11月嘅13號、13、14、15。星期四、五、六連續3日咧，糖尿天使咧就有呢一個陪着你走世界糖尿病日嘉年華會嘅實體活動嘅。咁實體活動咧有啲乜嘢咧？咁啊，梗係現場有好多資訊咧，係展覽咁俾大家睇啦。咁我亦都3日都會喺度啦。咁同埋我都會有一場無油煮食嘅示範，兼且咧我哋有好多好多嘅優惠啦。而家咧同大家講下有啲乜嘢嘅優惠啊吓。咁啊，預備咗個 PowerPoint 同埋 PowerPoint 啊，好，同大家睇下先。首先咧，幫大家極力爭取咗呢一個 Contour Plus 血糖紙50張，嗱，只限數量有限啊吓，呢個本來咧就只限呢3日嘅，咁我就同佢爭取咗話，喂，有啲朋友真係嚟唔到喎，咁樣，咁佢就撥咗一個數量出嚟，總之送晒就冇啦。嗱，買6盒紙咧，係送多75張俾你嘅，即係話咧，平時咧喺中心如果買開呢個紙嘅朋友都知道啦，買3盒咧就係送25紙噶嘛，咁即係買6盒咧就送50紙，但係咧因為糖尿呢個世界糖尿病日咧，咁買6盒紙咧，其實而家係會送到75張俾你噶。嗱，呢個咧係數量有限，真係送完咧就冇噶啦，所以唔好問我咧係做到幾時。本身我哋希望咧就由13號開始做到29號啦，咁但係咧真係因為始終呢個紙嘅成本都係高啊，咁所以咧就佢哋只能夠送出一個數量，我哋即係送晒就冇啦，咁啊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啦。OK，咁另外全場買滿任何產品滿300蚊咧，就會送一排咧呢一啲咁嘅密實盒嗰啲封口夾啊，咁啊呢一排嘢咧都應該要10零蚊嘅係嘛 ？OK，咁啊好啦，除咗血糖只有優惠之外咧，嗱雀巢嘅產品啦，無論你買佳善自穩餐拌粉，佳善式糖、纖維樂或者係 Optifast 嘅產品都好，總之買滿雀巢健康科學嘅產品滿600蚊咧，就會送我本書或者一把雀巢嘅精美雨傘。咁啊呢把真係好靚噶吓，咁啊真係好靚嘅，咁咧就即刻可以攞走噶啦，咁啊可以攞我本書或者攞把遮都 OK 嘅。咁啊另外買滿300蚊全場啊吓，咁亦都再有嗰個密實夾送嘅吓。好啦，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小食啦，係一個低糖高纖嘅小食。咁亦都係咧20蚊4條，全部係義賣嘅，慈善義賣價吓，20蚊有4條。咁呢個係高纖嘅低糖。咁出邊咧好似係賣緊8蚊一條嘅。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快啲嚟買啦，因為咧你哋所買嘅錢咧全數係撥捐俾糖尿天使嘅。OK。
好啦，咁啊，另外咧有一個 Thermal 嘅套裝，其實有兩款套裝嘅。咁呢一個套裝咧就係、哇，真係好震撼啊！價錢150蚊一套，咁啊有三樣嘢啦。有乜嘢咧？有一個腳踭嘅龜裂膏啦。咁其實你冇龜裂咧都可以搽噶嚇，幫你預防龜裂都得噶。咁啊，另外有一支止痕膏啦，用過呢個止痕膏嘅朋友都知道咧，係非常之好用嘅。平時買一支止痕膏咧都要120幾蚊嘅。咁啊，另外再有埋一支 hand cream，咁咧三樣加埋咧震撼價係150蚊，原本一套三件咧係216蚊嘅。好啦，另外仲有第二個套裝咧，就係 hand cream 加呢個龜裂膏，再加埋潤唇膏，全部都係澳洲品牌 Thermal 嘅。咁啊，震撼價係80蚊一套，原價係153蚊嘅吓。咁啊，另外如果有用開 Vitus 嘅漱口套裝咧，咁啊，無論你係買粉紅色呢一個定係綠色呢個有蘆薈配方嘅，總之你係買呢個禮盒呢一個套裝嘅 kit 咧，每買一套咧本身就平咗，就係148蚊啦。另外再送多一個價值89蚊嘅牙縫刷俾你，咁啊好抵啊吓，真係。好啦，嗱呢個先緊要啊！全場糖尿天使所有嘅餅乾嗱，如果你要買一啲小食餅咧，就快啲把握呢個機會啦。唔係淨係呢四款啦吓，總之全場所有嘅餅乾，無糖餅乾買任何四盒可以撈亂啊吓，係即刻減20蚊嘅，OK？任何四盒減20蚊。咁啊，另外一啲沖劑嘅飲品啦，譬如薑茶啊、椰子粉啊，同埋啲咖啡都係啦。全場買任何兩包都係即刻減20蚊啦，賣晒大包啦。咁啊，仲有我哋一年一度嘅慈善福袋，入邊嘅價值係超過270蚊，咁啊慈善價咧係100蚊，全數撥捐俾糖尿天使。嗱，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工作係你哋好認同我哋嘅工作，我真心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因為一年一度世界糖尿病日，我哋就係透過呢個活動咧去籌款嘅。咁啊喺籌款之餘咧，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嘢，因為要同大家去揾唔同嘅商家啦，捐啲產品出嚟咧，俾我哋做義賣。咁所以你哋唔買咧，我哋咧就好慘噶啦，做嗰啲嘢咧係白費。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啊吓。另外現場亦都有優惠檢測，就係糖化血色素加血色素。咁如果係會員咧，就係230蚊，非會員係280蚊。呢個咧係即刻知道嘅，睇下你過去3個月個平均血糖係點。咁另外亦都有個維他命 D 嘅快速測試，即刻知道你嘅維他命 D 咧係達唔達標嘅。因為如果你係缺乏維他命 D 嘅咧，咁其實對於你控制血糖嚟講咧係比較艱難嘅。因為缺乏維他命 D，如果你能夠補充翻咧，可能係有助你控制血糖嘅。咁啊，會員價係100蚊，係即刻測試。咁我知道咧，好多會員咧都登記咗嘅。咁首先喺度咧，我非常之多謝大家嘅支持。咁我見到都好多人朋友登記咗啦。咁啊，希望你登記咗咧就唔係淨係登記啊，都真係出現㗎吓。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睇下大家仲有冇咩問題先。好乖啊，大家都冇乜問題啊，係嘛？好耐心地聽我講書，多謝大家嘅支持。咁啊，好耐冇做直播啦。咁我今日做咧，其實我都有少少興奮嘅。咁啊，但係亦都好緊張，因為要重新又去摸個電腦啦。咁啊，都好驚，同埋好驚網絡咧會中斷。不過今晚咧就好生性啊，呢一度就冇事發生。好啦，咁啊嚟緊呢3日，一連3日咧，其實我都會喺中心啦。咁如果大家好耐都冇見咧，都希望歡迎大家過嚟中心探下我啦，傾下偈啦，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支持糖尿天使，好唔好啊？咁啊，希望嚟緊呢3日可以見到大家。咁啊今日咧多謝大家收睇，拜拜。